各位热心朋友，山长人荣，哇，今晚上啊，真的太高兴了。嗨，今晚上就是这个直播的司仪啊，少哥张少林，没有掌声不要紧，来送点鲜花什么一大堆啦。好了，10个掌声也好了，好过么？来，今晚上这一场就是一见钟情，与你同在。线上慈善演唱会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为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旅游巴士司机呢筹募这援助基金。因为呢，这个疫情的肆虐之下呢，导致我们旅游业呢，哇，简直冇啖好食啊，是在惨淡经营啊，弄得他们的水深火热日子。希望我们这次筹款呢，能够帮助他们暂时渡过难关。我们也不分种族呢，也希望呢，我们筹到款呢。给我们的友族呢，能够得到一个很欢喜、很愉快的开斋节。那这次我们的筹款呢，出乎意料的好，已经超过我们的数目，而且这个善款一直来。好，今晚上如果大家要捐款呢，还有什么人将啊、义利的直接来了，我们都会收。把这个多余的有多的款项呢，我们拨给第2个单位。它就是马来西亚修成林特殊儿童国际学校，所以今晚上好歌好曲，载歌载舞给你们看呢，你们也要挺身而出，慷慨解囊，应该是共襄共举。闲话少说，庄主有令，雪中送炭。有请到今晚上的第一男主角庄学忠亮丽登场。Hello， 你们2个整晚上在彩虹岭啊，林北这边等到都杜阿敏了，唱了1个多小时还没有叫我出来，你们搞什么鬼啊？大奖来了，老奖来了，一个冠军歌王，一个直播天后。哎，你是客家至尊哦，你也是不差哦。我阿莫会叫 legend 哦，我就是自尊在那边尊了1个小时咯。哎，是哦，你没有人请我出来了。你现在是不是要站那边呢？啊，我就站那边啊。你好，查某徛中，我们2个王朝马汉徛边角嘛。如果女孩子，姑姑呐，如果女仔要中間啊，一男2個男，一個女就嬲住啦，你知冇？嬲住冇睇咩？而家好啲啦。啊，咁好睇啊！咁啊，係啦，因為你係客家至尊嘛，哦。哎，你完全沒有給老人家一點臉，你們哪裡啊？我70多歲了，歌壇沒有2個了，那剩下70多了，70幾啊，70多，70 Q。70 Q 啊，70 Q 啊，愛咩？70 Q。冒湯。應該是76了。70，我看不出哦，真的啊，看來看去哦，76啊，我看來看去哦，像75呢。驚死人哦！驚死人啊！如果中 COVID-19了，79咯。是哦，開玩笑。他沙河。他真的，他非常的強壯啊，很 strong。我跟你講啊，今晚上啊，我朋友講，如果不是我朋友啊。主辦當局講，如果破2萬個人進來是嗎？啊，請我們吃2餐，吃2餐，一餐去吃爽爽，一餐就吃泰國餐，拿手。我一出來過2萬，我跟你講，全部我都不能吃，有什麼用？別啦，要求很高啦。我跟你講，我的人哦，剛才我已經看到了，其實這個社會呢，我們需要多一份愛心。是。所以今天呢，大家的這個努力呢，我們所有現場的所有的朋友的付出呢。我們已經得到了。我跟你講，剛才我看到1.5萬啊，現在你看不到人，你知道嗎？你只看到1.5萬。如果你是在現場啊，嚇死你呀！1.5萬，那個安利被驚死。1.9萬了啦，1.9萬了啦，現在。1.9啊！1.9了。其實哦，1萬個是你的，8000個是你的，沒有800個是我的。沒有啦，剛才一開始少國加油，少國加油啊，75% 你的。沒有加酒，我沒有加油的。OK，你們還要唱過幾首歌才輪到我？其實我跟他還有一首合唱的，還有手上。因為你們2個站出來什麼，你知道嗎？哎，當然啦，他常常有這種演唱會的，我也是沒有幾次，我這人生的這個第一次罷了。做機關嘉賓也是很重要的呢。3個人唱西風最好，我中大牛了。對不對？全部你們2張講到完了咯，1張2張，我1張都沒有用啊！你做莊嘛，1張2張哦，2張黃牌幾？哦，1張2張啦，2張黃牌，1張2張是分萬浪，就是2張。好了，
我去换件衣服，我再出来 ，OK？ 哦，哎，其实我交给你之前哦，去年啊，你在 MCO 的时候，应该安排给他多一点。他76岁，就敬老嘛。你喜欢我没机会啊，我没机会唱。给他唱歌。唱。我不唱歌也一样啦，薪水做事一样的。哎，其实去年到现在哦，有时候你很苦闷的时候，你会打电话给我嘛。对。那你是说，哎呀，看到你们张家的这个张水荣，我们张家爆红起来，那你也是很开心哇！一电话给他讲哦，一关注我没？我一关注了，一给他讲个一把鼻涕一把泪啊。不是，你讲错了。不是。我第一个欣赏直播的就是张水荣，第一个哈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是假，我着口音来电 ，OK？ 错。啊，消息来了，讲来2万人呀。真的哦，2万了，有2万啦，有2万啦，恭喜！但是我跟你讲哦，水荣开心是理所当然啦，我们2个不要开心啦，因为等一下他一走哦就掉了，剩800。不会啦，大家庭不会啦。如果他走剩800啊，是我们的错。是我们的错。我老家伙，那跟他比，谁要看我们了？是，对不对？他人又美，笑又甜，人美歌甜。他直播的时候啊，从头笑到，是我在笑到散场。我是想学你的笑容，很难学，很难学。不是他每次都见牙不见眼。没有，他 starting 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他播音乐，然后他就对。我讲把7个人模仿我。你不是你看嘛？你是模仿，你没看到啊？你得讲看。我跟你讲，很多女歌星还没有播的时候啊，脸臭臭的。不懂要做什么，没有人进来的。哦，有，只要抓下屁股这样，那内衣拉下，全部给人看到了，不知道的。啊，这老总啊，你错了。我妹妹不同，张妹妹现在这样红啊，我认。张家嘛，让你给张嘛。好了，你为了他是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我为了他没有，因为我对他只有仰慕之意，所以我只有心中一把熊熊的热火，我要把它化成下来这首歌。什么歌？一把情种。哦，哎呦，来，老师来，音乐响起，我去换衣服啊。好，交给你了。水荣，我做你初恋情人。老实讲了，我在歌坛里面呢，我以前很欣赏一个叫田水荣，后来田水荣教歌，很少出来唱歌。我遇到个张水荣，老实讲你很有实力，继续关唱片，一定大卖的。跟你讲，如果不卖，我包。OK。现在唱片没有人要买，我给你包啦。谁要买？如果要，我给你包装。那些买唱片的跟他买唱片的说家里没有机啦，没有机啦。有压就可以咯。无迄个机，无迄个机，唱迄个机，无机啦，太卖啦。用嘅 USB 买晒。USB 咯。有较片，有较细，有较大机你话。福建你听得懂？淡薄啦，卖向北派啦。你给我唱歌。啊。老好你了啦，调老好我啦，几点了你看，煞了咯。你还无唱半条咩？未啊。头早 starting 开场唔是你咩？我是讲话尔。opening 你无通唱啊？无通唱啦。阿伯我甲你讲，你家迄个慈善的迄个主办单局讲啊，你叫我 opening， 我司仪我真重要咧，我甲主角相款重要，我嘉宾我嘛是重要，我爱要求我的 opening 我先唱先，先唱头前先赢。工类是同款的，你3000，雪中3000，我是3000。表演嘛，表演无你知你行情76了知无？当期你入去，我家己表演，你给我机会哦。你减一条歌，给我表演。当期你减一条歌。我点一条歌。减一条，你转厝。转一个档。还有一首歌咩？真的还有一首歌要唱？无啦，我想把你要徛帮你唱歌，所以咧。赶紧入去，给我机会嘛。OK， 好了，我把时间交给张少林，我要叫大哥还是叫什么？张伯伯。张伯伯、张叔叔、张伯伯、张昂哥啊！ OK， 慢惊，到底有传鞋没有传鞋，人家都不知道。这样矮了，啊？有穿鞋，这个镜头整晚上都没有拍到脚啊！我朋友讲，少哥，我送你一双鞋子，你到现在还没有看到，这样拍不行，我在这里，这样可以啊？这样才像张少林嘛！来，电话，送花，来，站。整晚上我要唱歌，他说不要啦，雪中讲，你模仿歌星，我又不是专长模仿歌星，勉强了，可以模仿2个到3个。OK， 第一个我模仿是于天，第二个是
黄庆元，第3个庄学忠。来一条两相宜，谋相宜，谋相宜。OK。会晓无？会晓无？会晓啊？拍啦！我没有尬过啊，唱的时候你要跟我讲。晚风起，夕阳的柳摇曳，还未在花影了的又是两相依。晴空万里，飞燕向南飞。穿过了花柔溪，早已知道因心系，不会有好运气。两相依，两相依，就在水梦里。哇，今天的歌很难唱。可能太高吧，不是 key 太高，台太高。叫师傅一点。黄清源啊。晚风起，夕阳的柳摇曳。这么唱歌我没有歌词啊，搞错啊你们。徘徊在花影了的又是两相依，晴空万里，飞燕向南飞，穿过了花楼溪，早已知道因相惜，不会有好迎接。两相依，两相依，就在水梦里。以前歌坛不可以唱这首歌的，梦相依。现在模仿庄学忠。晚风起，夕阳的柳摇曳，徘徊在花影柳堤有谁两相依？晴空万里，飞燕向南飞，穿过了花楼溪，早已知道因讯息，不会有好运气。两相依，两相依，只有在睡梦里。谋相依，谋相依，你出来做什么鬼？我还没有唱完。刚才彩排不是这样吗？不是彩排，我讲我假你都出来一下，最后我唱完你才出来。哦，唱完才出来的哦。你看到我在群播了，以为我是，我模仿以为很像哦，像哦。他们说，奇怪，你模仿于天很像，黄庆源也像，哇，模仿我也很像。像啊，吃手跟像两个小便。你弄到闹鬼了，讲好好的跟我模仿一下，客家歌又不给我唱。讲是讲，我都没有跟你同样一起去厕所小便，你怎么会知道一样？
当然，我们男人赞助的嘛。来，哎，讲几十年，老朋友啊，哎，对，没有跟你合唱过歌曲。讲的也是，讲的也是，对，因为我每次都跟女生唱的，我不喜欢跟，因为男合唱很难唱。我知道你是重女轻男的人，不是，因为男女生合唱是特别好听的，是吗？对，就人家那个比基3个男人唱的这样好听，你骗我，想骗我啊？哎，他会不会听歌的啊？不是，因为毕竟他也是有扮女生嘛，有一个是女音啊，对吗？所以一定要有个女生来调和一下。哎，像费玉清跟那个周杰伦也是2个男的嘛，唱的蛮好的，《千里之外》。不，他是一个柔的吗？一个柔的。我送你离开。哦，你柔的，你说费玉清是柔的啦？啊，柔的嘛。周杰伦是硬的啦。我没有这样讲，是。我那懂你的一个柔。没有，他是硬是刚强，唱歌啊阳刚之气。哎 ，OK， 哎，我感觉不像阳刚之气吗？晚风起，75岁啊，还有够气啊，那唱歌啊，很多75都走了啊。不是，你还可以爬高爬低哦，敢高敢带，真的不简单哦，你真的不容易，真的，我是真的佩服你。哎，来，你说要合唱，唱什么歌？你选一首啦。马来西亚就什么都没有，树最多嘛。我是啊，树很多，什么树，椰树，什么树都有。哦，你唱一首跟树有关系的。塑胶树，塑胶树没有这种。木瓜，我最喜欢采木瓜树。OK， 我也不会唱。啊，有一首歌跟树有关系的。哦，它日本译曲叫《榕树下》。哦，水榕树，不是水榕啊，不是。水榕树下哦，水榕树下啊，哎，水榕裙下就好了。哎呀，我想做他初恋情人。下一次了，下一次还是下一次讲？哈塞啊，哈塞。呀也的。OK， 你会唱吗？这首？我问了一堆会弹吗？你问我会不会唱？这首歌有2段哦。2段就2段，3段我都这样搞啊。你会唱 ？OK， 来，我可以带8段啊，跟你讲。前面你先唱，好，合音我先唱。啊，合音你先 ，OK， 你让位一下。对。男左女右。老师来，音乐响起来了。男左女右。我是女的。我是男的，你是女的啦。哦，这首是啊。他合音很好听的哦。我知道。对啊。以前我是男高音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看不出啊。是我怀念的地方。如果你不会唱，你这样啊。晴朗的天空，凉爽的风，还有醉人的绿草香。你绕过小路弯弯，行人闪过看斜阳，晚霞照上你的脸，新画面也说不完。啊，一颗想起榕树下，可曾想起绿草香？这首歌要这样唱的。没有，你的手是这样吗？我不会唱的是我爸。啊，我等你都不会讲的。还有吗？还有一段吗？合音。路边一棵榕树下，是我怀念的地方。甜美的笑容，新鲜的花，还有默默的情长。一生陪我年年春光，轻轻细数心中愿。几个春天已过去，就是不能忘。啊，一颗想起榕树下，可曾想起绿草香？
唱你们就听了。2段吗？本来3段，就2段你自己讲2段的刚才。哇，你这给我很绕口，基本上2万多个人看我表演。你敢说你没有唱吗？有啊。你从头是不是你唱？是啊。最后一句是不是你唱？是啊。对啊，从头唱到尾嘛。歌词我没有唱到哦。都没有出歌词，刚才有出没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妈妈99岁啊，中了新冠肺炎了，进了博德森医院了。真的假的？看直播看我啊，他讲啊，怎么我儿子没有出来的，不病死了，就给我气死！他讲啊，你的家伙还好讲。让我跟你母亲老人家说，对啊，希望他逮捕南哥啊。我欺负他孩子哦。是啊，他本来是120岁的。现在99岁要度过100岁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是，一定。2万个人祝福一下哦。就是大家一人一句，好，阿弥陀佛。OK， 这样我打电话给他，我说庄水中是开玩笑的啊，还没有怪你的。这样 OK 怪猪怪狗也不要怪你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我们张摄影，真的是鬼才哈。来，下这个时段呢，马上把我们今天晚间的2位嘉宾请出来，来。欢迎张水荣，还有我们的张少林。张伯伯来了，来，今天要非常感谢你们2位的拔刀相助。不要紧，就要出粮了，拔什么？大荷包就可以了。我昨天不是bengi给你了没？昨天是昨天吗？今天没有。有这款机会多多提拔，会去想到咱哦。多多益善，多多提拔。多益善，一个多益善。多多想到我们。多想到你啦。想到我最重要。对，A 啦，好。因为你们是2张1装嘛，所以以后我怎么可以脱离到你们呢？是你坐庄，我们一定在。对啊，我坐上你们一定要在一装就2张了嘛，好，OK， 来，现在呢这个时段同样的是我们还是要谢谢所有的善长人翁，就是给我们出钱，然后来就是在这个网上就是非常支持我们还有主办当局呢，还有 sponsor 啦，是，然后就是非常高兴了。那我就希望说，希望这个不止今天的这个流量现在是好像是有新高嘛，对不对？有突破了2.1啊，2.1万那是突破了老实说。2.1万，那不是1万的嘛，2万1000的嘛，那1000是我们2个分，2万是他的。1000里面你还拿了800，我200而已哦。多了多了100多而已，所以我不做直播。有够谦虚啊！多谦虚啊！够谦虚。OK， 来，现在呢，我们以这首歌曲来祝福大家，好不好？祝福大家，好。来，小瓜非常有意思，来评剧献给大家。线上的朋友，谢谢，祝福你们行善开心布施有福，希望大家多多益善。将如何结束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。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，对于我来讲已经足够。人的牺牲有许多回忆，是愿你的却已有个我。哇，这条歌咱头一摆唱，都唱得不错感觉很好听有一点默契有默契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。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，对于我来讲已经足够。人的牺牲有许多回忆，是愿你的却已有个我。以后将如何结束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
介绍我们今天晚间劳苦功高的乐队。来1、2、3、4啊，4人樂隊，4個人嘅樂隊，4個人啊，4人大樂隊。我們的樂隊領導就是鍵盤手，加上我們的樂隊領導 Kevin Chin。來 ，Kevin Chin 下來這位呢，後面這位就是我們的低音的吉他手 Vincent。叫 Vincent 的都很厲害的啊，很厲害的。來，現在呢，第3位就是我們的鼓手 Edmund Yong。Edmund Yong 啊，那麼現在還有下來最靠近我這位呢，這個主音吉他手啊，全靠他啊，不是全靠他，因為他的吉他真的彈得很棒啊。是吧？來，這位我們的 Jack White 啊，來 Jack White 啊 ，Jack White。OK 啊，因為他們的成就了我們今天這麼好聽的一場音樂會啊。感謝4人樂隊，感謝。好，謝謝，感謝我們台前幕後的所有的兄弟姐妹哈，大家這2天都非常辛苦了啊。然後當然也謝謝2位貴賓啊，2位嘉賓呢也遠道而來啊。看有機會我們再相聚一下。謝謝張主廚。對，一定啊，謝謝，感謝大家。